全澳約26,000個住宅單位會喺7月22號起陸續收到由統計暨普查局發出嘅2026中期人口統計通知信。住戶可以經一戶通掃描通知信上嘅住戶專屬二維碼進行填報。問卷除咗收集每名住戶成員嘅性別、出生地及出生年月等基本資料之外，亦會收集如國籍、婚姻狀況、教育程度、就業狀況及工作收入等資料。所得資料將嚴格依法保密。網上填報期係7月25號至8月10號。完成網上問卷有機會獲取最高88澳門元電子紅包。統計局調查員會喺8月1號起到訪未開通及未完成問卷嘅住宅單位協助填報資料。如果調查員到訪時未遇到住戶，會留低預約卡。住戶可以喺8月10號之前自行上網完成問卷，亦可以致電熱線88098809提供資料，或者預約調查員上門進行訪問。所有完成問卷嘅住戶會自動進入合作住戶大抽獎，有機會贏取100澳門元電子紅包。中期人口統計結果對澳門特區政府規劃未來發展非常重要。統計工作有賴大家合作同提供準確嘅資料。請支持2026中期人口統計。